歡迎鎖定我哋嘅頻道，每日最新新聞熱料搶先睇。入行41年，演過200幾部影視作品嘅 TVB 綠葉王邵卓耀，喺入邊係非常之令人乞人憎嘅御用惡人，喺外卻藏住無人知曉嘅淒涼人生。61歲嘅佢，至今仍喺度為生計奔波，陷經濟困境多年，曾被逼擺下明星身段兼職開的士8年。如今雖喜迎第二春，再婚定居內地，卻依舊節儉到一日淨係食一餐56蚊嘅茶餐廳餐費都要精打細算。本身風光背後，盡是底層藝人嘅心酸與無奈。邵卓耀19歲考入邵氏演員訓練班，21歲就曾主演電影《小毛孩奪寶奇緣》，本係前途無量嘅電影小生，卻因為市場低迷轉戰電視圈，成為 TVB 旗下配角演員。此後30幾年，佢參演過《天龍八部》《法證先鋒3》《新聞女王》等上百部劇集，作咗過無數經典反派，卻始終未能擺脫綠葉命運，收入更係少得可憐。TVB 嘅低薪制度令呢一位金牌配角嘅生活長期陷入困境。佢曾經喺採訪中無奈坦言：我想買樓，但係真係買唔起。拍戲30幾年，連香港一間屋嘅首付都湊唔到。2003年非典期間，香港影視行業遭遇重創， TVB 大規模裁員減薪，邵卓耀嘅工作量銳減，月收入一度不足1萬港元。喺寸土寸金嘅香港，呢啲錢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。更難嘅係，嗰時佢啱啱經歷咗第一段婚姻破裂，獨自撫養個女長大，奶粉錢、學費、生活費壓到佢喘唔到氣。有港媒曾經曝光佢1997年嘅薪水單，做天地男兒5場群戲，時薪僅38蚊港幣，連個女學鋼琴嘅費用都承擔唔起。為咗慳錢，佢常年租住喺狹小嘅舊樓入邊，日常開銷慳得就慳，甚至被好友調侃，驚你連屋租都交唔起。就算後來影視行業回暖，邵卓耀嘅收入依然唔穩定，爆數嘅時候收入稍多，冇 job 嘅時候就幾乎零收入。作為底層配角，佢冇主角嘅高片酬、商業代言同綜藝邀約，只能夠靠微薄嘅拍戲薪水度日。經濟壓力伴隨咗佢嘅大半生，成為晚年生活冇辦法擺脫嘅枷鎖。圈內人都清楚 TVB 綠葉冇固定底薪，全靠拍戲場次結算，遇上淡季一年數月冇公開，冇絲毫保障。上年嘅收入唔穩定，令到佢養成咗極度謹慎慳使嘅消費習慣。就算後來境遇稍有好轉，亦始終唔敢大手大腳。為咗養女撐起呢頭家，邵卓耀做出咗最艱難嘅決定，放下明星身段，兼職開夜工出租車。從2003年開始，呢一開就係足足8年。嗰段日子係佢人生最黑暗嘅時光。日頭佢係劇組入邊嘅演員，講通告、拍群戲、做反派，風吹日曬毫無怨言。晚黑佢搖身一變成的士司機，從凌晨12點開到朝頭早8點，成晚都坐喺狹小嘅車廂入邊，穿梭喺香港嘅大街小巷，經常係凌晨2點收工，3點鐘先至返到屋企，短暫唞返2個鐘，5點又要出門趕劇組做班通告，每日睡眠時間不足3粒鐘，攰到極之時，開車等紅燈嘅間隙都可以瞓着。比身體疲憊更難受嘅係俾乘客認出嚟嘅尷尬。作為成日做反派嘅熟面孔，唔少乘客一眼就認出佢。你唔係 TVB 嗰個做壞人嘅咩？點解嚟咗揸的士？起初邵卓耀會滿面通紅，不知所措，只能夠尷尬笑住回應，兼職幫補生計，心入邊卻滿是酸楚。但佢好快就諗通咗啦，面子算得乜嘢？個女要食飯，要長大，咁比咩都重要。為咗搵多啲錢，佢從來唔簡單。就算係偏遠地段，深夜短途亦都照接不誤。遇着惡劣天氣，其他司機休息，佢依然上路，淨係為咗賺多幾十蚊嘅車資。方向盤上一直貼住個女送嘅卡通貼紙，每次攰到想放棄嘅時候，望住貼紙就有咗又堅持落去嘅動力。後來疫情期間，佢仲主動做起咗抗疫司機，接送醫護人員。雖然危險，但一日可以賺到2000蚊。佢話為咗個女，再危險都值得。
8年嘅的士生涯磨平咗佢曾經嘅稜角，亦令到佢嘗盡人間冷暖。從電影小生到夜班司機，巨大嘅落差冇擊垮佢，反而令到佢變得更加堅韌。只係呢一份堅韌背後，藏住太多不為人知嘅辛酸與疲憊。常年捱夜透支身體，亦令到佢落低咗頸椎、腰椎病痛，常年靠膏藥舒緩，唔捨得使錢去醫院做專業理療。就喺所有人都以為邵卓耀會孤獨終老時，61歲嘅佢突然迎嚟咗人生第二春。2025年2月，邵卓耀同圈外嘅年輕女友喺香港沙田婚姻登記處低調註冊結婚。歐瑞偉、鄭世豪等 TVB 好友到場見證。妻子係圈外人，皮膚白滑，性格開朗，後生過佢唔少。呢一段忘年戀令到唔少網友為佢送上祝福，感慨佢苦盡甘來。婚後為咗節省開支，兩人選擇定居廣東中山。呢度屋租平，生活成本低。佢睇中咗一套寬敞嘅屋，每月租金僅2000蚊，終於唔使再逼喺香港嘅狹小舊樓入邊。本以為再婚可以令到佢嘅晚年生活迎嚟轉機，但現實依然殘酷。經濟困難並未徹底解決，節儉早已刻進咗佢嘅骨子裏。定居中山後，邵卓耀偶爾會接內地嘅短劇、短視頻拍攝，偶爾嘗試直播帶貨，但收入依舊微薄。為咗慳錢，佢同妻子過住極度節儉嘅生活，日常開銷慳得就慳，甚至被妻子公開控訴，一日淨係俾食一餐。近日，邵卓耀喺社交平台分享夫妻日常視頻，妻子對住鏡頭抱怨：人哋娶老婆養到肥肥白白，我嫁俾你卻一日只可以食一餐飯，都餓瘦咗10幾斤啦。視頻中，兩個人喺茶餐廳用餐，僅僅點咗簡單嘅餐食，賬單顯示一共56蚊。邵卓耀拎住賬單無奈嘆氣，錢包又瘦咗。妻子當即反駁：一日就一餐飯，56蚊都唔捨得啊！面對妻子嘅指責，邵卓耀只係笑住解釋係幫妻子減肥，但明眼人都睇得出呢個背後係生活所逼嘅無奈。多年嘅經濟壓力令到佢養成咗極致節儉嘅習慣，正餐唔捨得食，成日靠下午茶充飢。下午茶40幾蚊，正餐要60幾，慳得一啲係一啲。即使再婚有咗伴侶，佢依舊改唔到呢啲習慣。唔係唔愛妻子，而係窮怕咗、苦怕咗啦，只能夠靠節儉嚟應對未知嘅生活困境。從邵氏小生到 TVB 綠葉，從開的士為生到晚年再婚，邵卓耀嘅人生比佢做過嘅任何劇本都更加坎坷。戲入邊，佢令到人唾棄嘅反派、壞人、市井小人，演盡世間醜惡。戲外，佢卻係負責任嘅父親，堅韌嘅普通人，嘗盡半生苦楚。入行41年，佢將最好嘅年華都獻咗俾影視行業，塑造咗無數經典角色，卻未能換來安穩嘅晚年生活。如今61歲嘅佢，依然喺度為生活奔波，冇退休金，冇穩定收入，只能夠靠零星工作同節儉嚟度日。佢曾經喺採訪中話：做壞人又好，開的士又好，只要對得住家人同自己就夠啦。簡單一句說話，道盡底層嘅人嘅無奈與心酸。比起嗰啲風光無限嘅一線明星，邵卓耀嘅人生更加似係香港無數底層綠葉演員嘅縮影。佢哋默默耕耘半生，伴隨幾代觀眾成長，卻始終未能夠擺脫貧困嘅命運。晚年依舊要為生計發愁。或者對邵卓耀而言，晚年可以遇到知心伴侶，有個安穩嘅小家，哪怕日子清貧，一日淨係食一餐，亦係一種慰藉。只係呢一份看似平淡嘅幸福背後，藏住嘅半生淒涼，依舊令人唏噓不已。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。邵卓耀用一生詮釋咗底層藝人嘅不易，亦令我哋睇到繁華嘅娛樂圈背後有太多不為人知嘅辛酸與掙扎。只願晚年嘅佢能夠少啲奔波，多啲安穩，喺平凡嘅日子入邊擁有屬於自己嘅溫暖與幸福。好啦，如果你鍾意本期視頻，點個關注，下期我哋不見不散。